我2023年100万蚊，唔係那邊人，唔通買個學校，也係兄弟，你去哪裡啦？如果對個菜地客家人來講，佢可能會問，唔係那房嘅，一個房係買個房咯，客家人做買個愛按樣講咯。伙房意思就係一群人跳下黑禮服嘅，係客家朋友對家錯服嘅稱呼。再嚟講，老河路上客煙差唔多係一模一樣，都係漢人服嘅 style。不過夾嘅名嘅，沙發煙嘅客家人從以前世嘅歌唱中，通常重視跳下台前舒服家園，故說涵蓋從事家族團結嘅概念。伙房服就代表一個家族，門唔係奶房嘅啊，我係隔壁莊莊頭用部伙房用路上嘅蠻子嘅啦。按樣萬人係萬人就當清楚咧。雖然啲伙房度大家係窮下嘅，不過間房嘅安排實係當講機會哦。或者比分做準優比，用準開比嘅規則來分析，嘅真正同案嘅談下，都係有日本清楚有嘅阿公婆。用太麻地嘅阿公婆牌，老祖先嘅名嘅下年年，在老家族前世嘅歌詞，用東對下地表達，本子孫就得復現祖先嘅事蹟。按講連家族嘅未來，客家人都想學咧。正所謂風水一點讚，子孫長輩幫。真是後輩半夜去推起來嘅花台，喺邊度變些風水龍脈，保佑人哋希望嘅技術設計。啲神作下，還有個雲床般嘅神明，土地良神，我家都嘅龍脈留未來，就要佢來祝福啦。講到客家建築，最有名嘅當然就係土樓啦，做乜嘅台灣冇按用嘅伙房咯。其實客家人啲前世路後，發展出各種類型嘅屋嘅風水No.1，防疫車滿滿。一來台灣大邊嘅客家細阿哥嘅，就到家鄉嘅微量屋向下帶過來，嘅啲冇冇屋企人嘅情況之下，從南開始 level up，等到家人本天生意變到嘅，屋嘅就變咗當中上下嘢嘅伙房屋。天地時代變遷，後生人百姓我輩，本地貴家人向下喺啲伙房，一開始老化崩塌，面對到本拆體改建嘅問題。後代見到見到人開始從事一條老屋嘅，成晚用傳統嘅工法來修復，本老伙房嘅獎就對本大家看到，也係變咗隔壁堂，啲新時代地位重新翻生。唔過老伙房嘅未來，更有其他嘅可能性咯。今日講到廣東話，對客家人來講，伙房財子孫旺，伙房旺子孫生。伙房嘅價值，除咗屋嘅本身，還有維持屋企人團結嘅意義。係講建築嘅保存，老生發團體嚟，係本地能持家族嘅力量，還有連結伙房嘅記憶，每位天天嘅談題。啲世界多地方，互相看得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，本把啲嘅片做對本當發條嘅保存。喺台灣，雖然愛本老伙房重新建立一個嘅客家家庭，唔係難過嘅事情。所以按行業一條老客家莊，還能做得唱行業歷史供養，唔但唱有機會開伙房，還做得地位上課看展覽，介紹菜地人用心守護客家莊嘅生活。無天地未來，伙房屋做得唔但唱係代表客家老屋，還可做得係一個傳承客家故事嘅地方。客棧，哈哈，好點，你真來喲！